中高铁站绘画的一个活动，今年是第3年，那也真的要感谢许多的企业体，就是在台北侨大企业的陈董事长，以及咱田中人他为了他纪念妈妈，然后事业有成呢，他都回馈到家乡很多的活动。像我们的彩绘活动呢，已经3年都由他策划，然后由他赞助，所以今年呢，已经超过将近1500位的画画的一些朋友、小孩子来这边绘画，那尤其把田中的美、高铁的美由画中来展现出来，它也带动田中的一个知名度。那田中呢，最近这2天一系列的活动，今天早上是彩绘，那今天下午呢，大家都知道浊水溪灌溉田中，所以有黑白2道，黑米白米所缔造出来的米食，所以我们要行销。那还有庙宇是田中镇的庙宇是最多的，所以宗教的文化也需要年轻人的关心传承，所以就办了一个镇头高庄的一个比赛跟表演，所以我们下午一串联整天，从早上8点到晚上6点，整天的节目。那所以我希望我们由活动来带动地方的产业，推动产业，也带动地方的知名度。所以说，我就讲一句话：轻轻松松到田中，田中520，田中我爱你。欢迎各位大家热爱田中，一起来，谢谢。